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8篇第1节到第2节，14节到24节。约书亚记第3章第1节到17节。马太福音2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割我。割我不只是伫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其实更较是上帝的应允吼。伫以西结先知的预言的中间，就安尼甲咱讲。伫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到14节，就有安尼记载。咱要来读第5节到第10节。经文，伊讲都爱甲因讲，我至悬的上帝对因讲，我要分一口气入去伫恁的内面，互恁搁再活起来。我要互恁生筋生肉，包一烟皮。我搁要分一口气入去伫恁的内面，互恁搁再活起来。安尼，恁就知我是上帝，因为安尼，我就遵照上帝的命令来讲预言。拄咧讲的时阵，我就听见咧吵闹的声，一阵会震动，遐个大骨拢总搁连起来。我看的时阵，遐个大骨开始生筋生肉，包一烟皮，但是身躯还无有活气。上帝就对我讲：会朽烂的人啊，你着爱风来讲预言，甲伊讲至悬的上帝安尼讲，对四方八面来吹来，吹入去伫遮的身躯的，互因活起来。就安尼，我照着上帝的命令来讲预言，这个气就进入到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就活起来、徛起来，因的数目会通变成做一队的军队。上帝应允赏赐迄个割我的活命。互人伫迄个绝望的中间有望，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的割我同款。伫迄个失望绝境的中间，互人会当得到望。亲像咱进前也捌分享过，当以色列人看到埃及的追兵来的时阵，因就拢感觉无有望啊。因失望到极，因为后壁有追兵，头前却是红海的阻挡。因甚至来埋怨上帝讲，圣经记载因对摩西安尼讲：敢讲阮伫埃及拢无葬身之地嘛？为什么将阮带到这个旷野来送死？你将阮带出埃及？你看，你做甚么好事？阮毋是伫离开之前就甲恁讲，这个代志会发生吗？我甲你讲过，莫插阮，请互阮伫埃及做奴隶就好啦。做奴隶总比死伫旷野较强。但是咱看见，当因伫上帝的指示以后，后壁看，好像亲像死路一条的红海来行过去。当摩西的这个拐讲这个红海的水了后，水就开去啊。以色列人行伫拄阁是满满的水的红海的时阵，两边可能是拢海水悬悬的水墙，因行伫迄个中间。心内一定是真惊吓、沦落，但是迄是
在享受上帝救恩的一个过程。伫绝望的中间，上帝赏赐迄个国外的救恩，互因伫走投无路的时阵来通好得救。相款的经验，上帝嘛赏赐互以色列人甲约书亚有相款的经历。伫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拢看做无可能的时阵，上帝爱因以色列人扛起来这个约柜，踏入去伫约旦河的中间，互因搁再度来经历着迄个过红海的新热甲这个稳定。比较较特别的是，上帝伫这个时阵爱这群人要进入伫迦南地，以色列人爱搁较济的信心，因为上帝爱遐扛着约柜的祭司，因的脚必须爱先踏入去伫迄个串流的约旦河内底，才会当看见着约旦河的水来分开，才会通踏入去伫约旦河的河底，经历迄个过红海的稳定。圣经安尼记载讲，约书亚吩咐人民，恁着爱洁净家己，因为明仔日上帝要伫恁的中间来行神业。圣经记载甲咱讲，当西时是收割的季节，河水是悬搁重水，搁这个串流，看起来是无有雾茫的。但是约书亚又搁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然后伊就吩咐祭司着爱扛起迄个约柜，行伫人民的头前，因就照安尼做啊。上帝对约书亚讲：今仔日我要互所有以色列人尊重你做大的领袖，因会看出我甲你同在，亲像过去甲摩西同在共款。你要吩咐扛约柜的祭司，你到伫约旦河边的时阵，因着爱行入去伫河里，靠岸边徛地。因为安尼，约书亚就对人民讲：来吧，来听上帝恁的上帝的话。恁来往前来行，上帝一定会赶走迦南人、赫人、希未人、比利洗人、哥勒撒人、阿摩利人、阿布斯人。当全世界的主宰上帝的约柜伫恁的头前渡过约旦河的时，恁就知永生上帝甲恁同在。现在恁着爱对以色列的支族中间选出12个人，每支族1个人，这是扛起全世界的主宰上帝的约柜来行伫水内底的时阵，约旦河就会停止来流动，顶游流落来水就会聚集伫一个所在，成做一个水道。迄个时阵是收割的季节，河的水是涨过量化，所以民众就来背赢，准备过约旦河。这是扛着这个约柜来行伫因的头前，这4个脚一踏入去伫迄个水内底，河水就停止流动。顶游的水伫撒拉但附近阿东城来聚集做一个水体，下游流到伫死海的水完全被切断。所以安尼，民众就对耶利哥城对岸附近过去。当以色列的民众行过无有水的河床的时阵，祭司就扛着上帝的约柜，徛伫约旦河的中间的大地，等所有的人民拢行过去。耶稣基督国外
是上帝的权柄，是上帝高升迄个谦卑到死的伊。耶稣基督的国活，毋是为着要展现一个真单纯的信仰尔定，伊要将平安赏赐予伫黑暗中无有五望的人。国活的新约就是赏赐平安，因为国活了后，耶稣基督就人安尼讲，伊要伫遮照伊所讲的，已经国活。恁过来看安放伊的所在，恁赶紧去甲伊的门徒已经对死国活，伊要比恁先到伫加利利去，伫遐恁会见到伊，都爱记得我甲恁讲的话。有阵人就急忙来离开迄个所在，就着惊又搁欢喜，走去甲伊的门徒讲。忽然，耶稣伫路上来出现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因就行进前来抱伊的脚来拜伊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毋通忘我，毋通惊，去甲我的兄弟，叫因来到加利利，伫遐因会看到我。”主是赏赐平安伫咱中间，互咱经历着国活稳定，互咱来领受伊的救恩，互咱无搁再惊吓来遐个困难，无搁再烦恼伫迄个黑暗的中间。诗篇118篇，着感谢上帝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，伊的慈爱线到永远。14节到24节，上帝是我的气力，我要唱歌来称赞。伊要甲我解救，伫上帝子民的布片内面，凯旋的呼声。上帝的正手显出大权能，上帝的正手举悬悬，上帝的正手显出大权能。我未直到死会活落去，通讲起上帝的作为。上主严严管教我，总是无互我直到死，甲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感谢上帝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，只有正直的人会当入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去除师傅所弃杀的鸟，已经成做上帝上重要的奇迹。这是上帝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，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帝的恩典，借着耶稣基督赏赐国活的恩典，不只是耶稣基督的国活，也将国活的活命赏赐予每一个相信的人，拢会通得到灵性上的国活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